过来消息来看一下，印尼籍的私人医工哦，伊伫台中假做齿科医生，帮共乡的用正少的介绍来看喙齿，使用的医疗器材哦，嘛毋知是对来的，甚至有的工具拢已经生锈、无卫生，佮有感染的风险哦。医民署嘛已经甲这医工移送法办。台中的专勤队人员来到徛家内底，发现有一位患者正在接受喙齿的治疗。不过，甲看诊的竟然是一位失联的印尼籍医工，伊若无医生牌，而且使用的器材嘛来路不明。这什么东西？你先报一下，这个一样吗？专勤队表示，这位失联的医工是伫咧面册顶顶的社群平台，打出治疗喙齿前后的比较来宣传，而且上准印尼共乡的伫台湾就医无方便的问题，以正价的介绍伫台中东协广场附近的徛家，提供拜6礼拜看诊，平均一个月会当赚3万块。哈贤透过脸书等平台宣传牙齿诊疗前后的对比照片，吸引许多同乡前来就诊。冒牌牙医也坦诚自己做的牙齿强度不如一般的假牙，完全是重看不重用，不顾治疗对象的就医安全。这个失联的医工为国外引进来路不明的医疗器材，包含补喙齿、粘喙齿的药剂、磨喙齿的机器、甲美白灯，甚至佫用生鲜的片子来做工具。就齿科的学者提醒讲，安尼毋但害患者有感染的风险，部分材质可能佫会有毒性。补牙的材料本身都是一种光聚合的材料，就是它原本是软的，你照了一个特殊波长的光，它就会变硬。那像那种材料，假设没有完全变硬的时候，其实是会有毒性的哦，对牙齿是会有伤害的，造成刺激，然后会有或者是说用来物不明东西会有造成感染的风险。专案依照违反医师法、医疗器材管理法来移送法办。台中地检署最近已经甲提起公诉，这位失联的医工恐惊要面对着6个月以上5档以下有期徒刑，也佫会当罚30万至150万块。记者综合报道。